坐得耐起身咧，我一定要扶住張凳起身，好快咁樣就起到身啦，出多咗街啦，周圍去啦。我嘅右邊膝頭哥痛都有3、4年㗎啦，行樓梯就會覺得會好冤冤痛啊，提唔到力啊，上樓梯係上2步就要停㗎啦，好冤啊，完全係行唔到。坐得耐咗，起身嗰下就會好辛苦，隻腳企喺個地下度一陣間先至再起步，即係每次起身都要預早少少去做一個緩衝俾自己，我覺得好麻煩咯，即係嗰個感覺自己感受唔好啊。我嘗試過針灸，嘗試過按摩，維持唔得落，可能第2日就已經再痛過。喺網上面見到 N 機能再生，試咗第1次個效果明顯係好好多嘅，有佢明顯嘅效果喺度，我係可以好快地又起得身，隻腳又鬆咗咁樣。成個療程嘅過程裡面咧，好感謝睇我嘅醫療團隊啦，佢哋俾好多唔同嘅意見俾到我咯。冇咗痛症之後咧，我出多咗街啦，周圍去啦，可以放膽咁樣去旅行，我都唔覺得係一個擔憂嘅地方。咁而家開心程度就非常之高啦，梗係，因為已經唔痛啦嘛。佢哋嘅服務係非常之好㗎，我會俾10分佢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